肌肉槍用落好正好舒服，但係用錯位置，隨時整傷自己。有3個禁區，千祈唔可以掂。第一個，頸側有大量血管同埋神經線，震到你暈咗都唔知。第二，關節骨頭冇肌肉保護，如果直接震骨，會令到發炎更加嚴重。第3個位置，腋下同埋鼠蹊，即係大髀罅位置，呢度滿布淋巴同埋血管，亦都絕對唔可以。正確用法，打喺肌肉嘅 belly， 即係肌肉最厚最軟嘅地方，垂直90度角，順住肌肉紋慢慢移動。每個位置唔可以超過2分鐘，感覺應該係酸酸爽爽，但唔可以係刺痛。另外提醒，如果啱啱扭親有紅腫熱痛嘅時候，就千萬唔可以用肌肉槍啦，因為會加重出血同埋腫脹。記住，工具只係輔助，最緊要了解自己身體。想知道點樣放鬆最有效，都係問專業醫療人員意見啦。